海王星及土星齊齊換入白羊座，但初試提升數月過後，緊接土星9月逆回雙魚座，海王星亦喺今天回歸雙魚座嘅汪洋。因此我哋喺奮不顧身投入熱情之時，請唔好忘記好好睇清幻象底下嘅真實。海王星與雙魚座呢個無邊無界嘅組合，總令人一頭栽進夢幻泡影後，難以逃出那虛幻嘅囚牢。而呢個組合嘅強大之處，在於你總係自願咁落入那一切，無論旁人如何力勸，如何阻撓，亦無法削減你跳進水裏嘅心癮。當海王星逆回雙魚座之時，我們需要特別留意，嗰啲你以為結束咗嘅舊人舊事突然再現，會唔會令你再次心動，再次沉淪？當你不惜一切追求某些人事物，有冇過度放下原則同界線，扭曲咗自我本質？嗰啲令你為之心動，不甘放手嘅嘢，反映你生命邊方面感到匱乏空洞？你想要不顧一切展開嘅追夢計劃，係咪只出於想要逃離當下？當土星與海王星齊齊喺雙魚座相聚，我哋似乎要再次經歷一次心靈嘅測試。當重新遇上類似嘅情景時，你可唔可以堅定守護着個人信念？定係唔能夠抵受內心嘅慾望，不甘心要一試再試？呢段期間，嗰啲想做嘅事、想見嘅人，會若隱若現地陸續浮現於生命之中，似乎要再次挑動靈魂深處，令人重新墜進嗰份向往。人之所以會一次又一次墜入糖衣陷阱，並不在於智力高低，而在於內心有多少嘅執念與缺失。海王星逆回雙魚座，並唔係意味着我哋必須拋棄一切熱情同悸動，而係提示我哋重新拷問嗰個投入幻象嘅自我，俾靈魂看清一切究竟係夢想，還只係一場妄想。